嗨嗨嗨嗨，關欣婷啊！今日11月11號星期二啦。喺我講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share 俾朋友，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啊 ！Thank you。香港天文台發出咗最新熱帶氣旋警報1號戒備信號啊，現正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喺香港大概800公里內可能會影響本港哦。颱風鳳凰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啊！今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氣明朗啊。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啊，氣溫大概降至20度左右啊。近期韓國傳媒揭露咗柬埔寨欺詐集團嘅暴行啊，佢哋話每日平均有1個人死啊。有一名22歲嘅韓國大學生，早前喺柬埔寨遭到呢個犯罪集團綁架、拘禁咗，跟住仲要虐殺致死啊！3名嘅中國公民被捕啊！韓聯社嘅報道揭露，柬埔寨欺詐園入邊充滿酷刑同埋虐待啊！每日平均至少1個人死啊！如果受害者負債累累，而且無法達到欺詐嘅業績，仲會被強迫出售器官啊！報道仲話喺柬埔寨有一個名為 Ranchi 嘅犯罪營地中啊，每日大概有1名死者都會死於酷刑同埋毆打。部分嘅受害者會被賣到柬埔寨邊境城鎮嘅波別啊，或者巴韋等。部分嘅受害者當佢哋無法工作或者達唔到佢哋嘅目標嘅時候，就會被摘取器官啊。佢哋喺所在嘅營地中，經常發生俾人拔指甲或者切斷手指等酷刑啊，所以成日都有人口販賣嘅事情發生。受害者仲會被賣到其他嘅營地去牟利啊。一個目擊者話，犯罪集團需要韓國人係有2個原因㗎，一個係需要銀行嘅賬戶嚟幫佢哋洗黑錢啊。第二係針對韓國人進行電話詐騙、同人傾偈同埋客服嘅欺詐。亦有目擊者話，好似呢個波別同埋巴韋呢啲邊境城鎮係最為危險㗎，都係人哋被遣送嘅最終目的地。柬埔寨嘅犯罪營規模大小唔同㗎，從事各種欺詐詐騙活動啊，包括愛情詐騙、語音釣魚同埋非上市股票交易啊！據估計，柬埔寨而家大約有400個類似咁樣嘅犯罪集團啊！再講下呢個韓國學生係點樣誘騙去呢個柬埔寨啊？佢喺今年7月17號以參加博覽會為由入境柬埔寨，點知就遭遇不測啦！韓國總統李在明喺10月11號已經指示透過外交途徑全力應對，確保喺當地嘅韓國公民安全。韓國外交部長官趙顯都已經召集咗柬埔寨駐韓大使，表達嚴正嘅關切啊，促使柬埔寨採取應對措施啊。死者係一名韓國嘅男性大學生啊。佢喺7月中離開咗韓國仁川機場之後，1個星期後，佢家人接到一個電話，電話入邊係一個朝鮮族口音嘅韓文男仔打電話嚟，話呢個大學生犯咗事，被拘禁，同埋要勒索佢哋5000萬韓元啊，大概係27萬港紙到啦。2週後，呢個大學生就被發現喺柬埔寨死咗啦。呢個被勒索嘅受害者，佢係囚禁喺貢布省波哥山地區嘅犯罪點啊，遭到人哋持續毆打，所以無法正常呼吸啊。該名大學生死因為酷刑導致心臟驟停啊。而家正在追緝3個中國公民啊，會被控訴謀殺罪名啊。近年柬埔寨針對韓國公民嘅綁架同埋拘禁案不斷增加，由2023年最多20宗，去到去年增至220宗。
柬埔寨相關犯罪組織，佢哋而家將目標對準喺啲20歲至30歲嘅韓國年輕人啊。犯罪組織會喺社交媒體上面以高薪工作、海外就業等廣告，將啲人引去柬埔寨㗎，然後將佢哋拘禁起嚟，強迫佢哋參與針對韓國人嘅犯罪活動啊！近年嚟，每年都有數千名前往柬埔寨嘅韓國公民都仲未返嚟國家啊！仲話至少有2-3千名韓國人喺柬埔寨參與欺詐活動啊！就算因為一名韓國學生喺柬埔寨俾人折磨致死，但係呢個欺詐集團都冇就此畫上句號啊！近日又有一名50幾歲嘅韓國男子喺柬埔寨呢個西哈努克城一個飯店嘅房間裏邊俾人發現死亡啊！喺呢啲欺詐集團入邊，大概有50幾個都係韓國人嚟㗎。佢哋如果一揾到錢，佢哋就會喺第二啲地方開公司，再誘騙啲人去柬埔寨㗎喇。韓國政府已經將64名因涉嫌參與網絡欺詐喺柬埔寨被拘留嘅韓國人，乘坐包機喺警方嘅陪同下返回韓國，並隨即被帶去調查。仲見到有篇報道，男星朴有天佢嘅前女友黃河娜被指潛逃柬埔寨當呢個淫媒啊，同埋販毒洗黑錢。黃河娜家境富裕，被稱為最毒嘅千金啊！佢喺2019年首次因吸毒被判緩刑啊，其後又再因吸毒被判刑啊。有報道更指佢目前被國際刑警通緝啊。有消息話黃河娜會從南韓叫嚟一啲熟悉嘅人喺柬埔寨從事性工作啊，並且幫當地嘅富豪洗黑錢啊。消息又話黃河娜喺數年前就同柬埔寨嘅高層人士交往啊，並喺夜店舉行派對。黃河娜仲喺2024年3月曾經接受過韓國媒體嘅電話訪問啊。佢對外界指控佢認為佢犯法，佢一啲都唔忌諱啊。黃河娜仲喺2019年因為涉嫌與朴有天共同購買同埋吸食冰毒，被緊急逮捕啊，被判監1年，獲緩刑2年。跟住佢再喺2020年緩刑嘅期間吸毒，被判監1年零8個月啊。而佢嘅前男友韓國男團東方神起 JYJ 前成員朴有天，因為拍劇集《成軍館緋聞》，成功由偶像型轉做演員啊！仲記得我有睇過佢喺2012年拍嘅《屋頂上的王子》啊，好好笑，好好睇噶。可惜佢喺2019年因為涉嫌吸毒，被判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2年啊！佢仲話喺今年2月對外公布咗佢將會復出拍攝一套獨立電影，叫做《獻給邪惡》啊！但係佢嘅經理人又突然間發布朴有天前未婚妻黃河娜嘅親筆信，指控佢冇吸毒，並且喺2年前放監嘅當日即刻到咗色情場所光顧，仲上載咗黃河娜嘅親筆信，直指朴有天一出獄就去找妓女啊！但係一直冇吸毒嘅。據稱呢個經理人一直都為朴有天工作㗎，包括2016年朴有天被控性侵，同埋喺2019年涉嫌吸毒嘅時候，就算朴有天決定同娛樂公司解約，呢個經理人都一直陪喺佢身邊啊，一齊離開呢間舊公司啊。所以呢個經理人突然間指控朴有天，大家都覺得好愕然啊。跟住落嚟，我就要繼續講下香港人唔可以唔知嘅大學鬼故啦。香港大學黃克競嘅平台擺放咗一個叫做國殤之柱啊，
由50幾名嘅表情痛苦同埋被扭曲嘅人堆疊而成㗎。其嚇人嘅地方，除咗喺啲雕塑扭曲、散發出寒意之外，有唔少學生竟然喺夜晚經過呢度嘅時候，聽到連串嘅慘叫聲啊！有啲學生仲指出，明明係好熱嘅夏天，但係經過呢個雕塑嘅時候，就會感覺到有陣寒意啊！大家有冇經過香港理工大學啊？相信大家都對呢個紅磚屋唔陌生噶啦。佢用上鮮紅色同埋幾何嘅建築設計，眼球好容易就俾佢吸引到噶啦。據說理工大學喺建設人造纖維呢個工程期間，有一名喺頂部走動嘅工人，懷疑因為失足跌咗落地面啊，當場死亡啊！之後就唔少學生經過呢個人造纖維嘅時候，都會見到有個鬼影喺頂部行過啊，喺度來回踱步啊，然後一陣間就消失咗啦。同類嘅事件相繼發生啊，無論朝頭早或者夜晚，都有人見到呢個鬼影喺度徘徊啊。相傳校方想息事寧人，指同學所看到嘅鬼影有可能係連接人造纖維嘅玻璃所反映嘅倒影嚟嘅咋，係為同學們做咗錯覺。一位唔係讀理大嘅學生嚟到佢朋友嘅宿舍參觀同埋傾偈，正當大家好高興之際，呢位唔係讀理大學生人有三急喎，於是佢就走咗入去廁所啦。佢哋理工大學嘅宿舍係採用公共廁所噶，即係2間宿舍共用一個廁所啊。當佢去得好暢快之際，突然間聽到有人用口哨吹咗啲歌聲出嚟，佢係從另一道門傳出嚟噶。輕快之餘，亦聽到有一把女聲啊。因為呢個係男仔嚟嘅，佢擔心隔離宿舍嘅宿友突然間走咗入嚟，所以佢即刻着返條褲，周圍行去查看下啦。點知佢意外發現啲歌聲冇停落嚟啊，而且啲聲源感覺仲喺門後面啊。佢好困惑咁樣跑返入去佢朋友間房度，就同佢朋友提返啱啱去完廁所，幾驚隔離嗰啲宿友走過嚟啊。跟住佢朋友話唔使驚，佢哋今日一早已經出咗去，都冇返過嚟。咁究竟喺門後面吹口哨嘅係乜嘢嚟嘅呢？住佢同佢朋友好八卦咁樣諗住走去門後面望下，點知望到有一個黑影閃過啊，跟住再開下道門，係冇人噶。佢個朋友以後都唔敢去呢度探佢嘅 friend 啊。好啦，今日分享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呢條片啦。有興趣嘅大家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share 俾朋友，同埋喺條片下面讚好啦。Thank you，拜拜。